忘了，娘夫人，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舅妹啊，莲子给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到这烧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那不早些烧好，岂不要烫了你媳妇吗？凉了，岂不要变歪媳妇吗？哎呀的，凉了嘛，这女呀。姐姐真想着知道，可怎么总不听媳妇就这样提起姐姐呢？你媳妇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她哪有功夫讲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，忘了，娘夫人，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等，小生来了。王君亲征2年以上，记得住夫妻事，自古原谅。
去下去不好，不得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织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许我看，我就不去。是一双密码字。我在做的。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码字，又做它何用啊？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问题，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吗？不要这样噻。小梅，你等一等。言有深趣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，在等来年上君应试，实得高祖，请见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至今这样日夜用功，这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这年长夏无人闻，一举人民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万位王王啊！我忘了在你长夏无人问，我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，愿王郎抬高飞，只为第一春，也不忘为妻母祝你成名。毛头转移，长沙子下的鬼是不为人亡长沙子下的鬼，你稍微来去，小鬼人与王去睡吧，就依娘子。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医道十分高明，明白你就去看看嘛。不是娘子。
你弟弟呢？刚从飞府到里面去了。啊，我去叫他。我们这位贵人师姐呀，这师姐夫简直弄糊涂了。你想，今天是我们这姐妹去拜的日子，他倒忘得滚滚净净。我对他说了，他也在心中只有一个人了。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，得罪了多少客人，他好容易摘下来的一点东西，也为碗筷花完了。他呀，谁是想当状元夫人？师妹真是个警钟。什么警钟？他竟是添了碗筷的。好啊，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！哎呦，状元夫人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们服侍，是你呀，贵人都忘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？哎呀，我们等到3更天，你也不来，真的忘记了。你们提醒我，我岂不就是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能让状元夫人娶你？当然我们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不是你吗？师妹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小姐，别把小姐子抓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塞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，要快找找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找了。你们看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你的这个都送去碗筷了。哎，当心这碗筷变形，把他送给别人。碗筷不过少了几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？好好好，当然他们与你不随见了。只要我拿好心待人，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。师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话也是难听，可都是好意。我们这姐妹自从结拜以来，只剩下了3个人，彼此还能不关心我？想当是多么热闹，现在有什么人情？你这地府本事了，不当我们见面，叫做怎么能不怨你哦？一点的事真不忍的。大弟弟同娘去，此经一生，大妹妹丧了命，王夫长妹，大妹。小姐讲什么啊？没有说什么，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我怕他推冷。切，
客人不放肆，只要信你，不就行了吗？谁在想你？本地，这你就放心了吧。啊，我去看一看，谁来啊？人家不理我们走吧。姐姐，人家要走了。请你的，你媳妇刚才让你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不送你们了。你呀，万幸私送我们。姐姐，你不行了啊！这样子。在这里休息会，该老路姐去陪嘛。忘了，娘子万语无言。忘了，来此也是黑人了。想连我这位夫妇是黑人也做的媒分，如果你我一同进去，想人的民国事女，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魁这位夫妇思念不受见了，真是无法永不变心。但为此呀，当人苦害。小生王魁与桂英接人夫妇列至不边去走去，但为此呀永在刀上。忘了，言动了。只是有无刘金娘子立言念问，小生却为丢了。此人好，少爷，马邑为好。请
上路吧。老管家，请你一路自当，好好侍儿少爷。老奴遵命。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，在儿家矣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你回去吧。王郎，你一路顺从。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。姐夫去远了，困不及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树林昨日了，王郎在苦心配定他远回去吧。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，竟在喜欢边上，少爷就该派遣少夫人进京才是。我也有此意。启禀常院公，李大人到。有听。常院公承言。李大人，常院公，请。常院公，胡西常院公，喜从何来？老丞相有一千金，十分也美。
老丞相又有长乐公就为进京之好，不知长乐公意下是如？蒙看老丞相见爱十分关心，此时若是家中也有糟糠之气，这门亲事难以哟。请问长乐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？这个是让人家出身的了。这无妨，多送些银两，叫他的年穷度日，也就是了。就倒是糟糠之气不下堂啊！长乐公不去糟糠，真是难得。这是长乐公气色，原是欣赏人家之女，这怕是笑话。这是二人相爱在之名，长乐公做了老丞相的东道夸许，今在贤人无量。这次李翁请问拥有甚三事？三事而何因？长乐公告罪，告罪，告子奉送，告子，告子。这个李老爷的差人在我一家，这李老爷是去还下府审妹来的。那少爷，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我自有此章，不用你问。少爷呀，到你下去。启禀长乐公，上哪人可夫？请问他是本府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不必就是我有听。长乐公，平安。长乐公，下官少来拜儿，请长乐公施罪，有真正个老牛赐家里。长乐公，是在刘蒙两和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长乐公不起糟糠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。只是老丞相放着长乐公的妻子，乃是莱阳名苦养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在被人知晓，长乐公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长乐公苦心，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长乐公可办无推嫁的了。他们自此相爱是何是好啊？见我曾梦相依初见，月梦见顾夫人，欢去三路命苦熬，他原是四下门的严德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为难相逢成匹配。
定期再去不应该。经济是要真相配，50岁相扶，从今后这让情永成风吹。常月公，意下是何？夫人相由哎，有深珍棍太子。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常月公，这牛水菜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牛水菜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才以他为品，足见常月公心结之牛，情重似山呐。区区一问，望不见效。此时待下官禀明文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，妻子相扶，一别为婚。不是见公告辞，不说告辞。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谁想你爬去？也困飞黄腾达，王政百年。好不可惜呀！心中所欲也是用，王魁听着梦伤心。所谓我爱他梦都苦着身，从今日就在路上忙把药带上。常月公，来阳家事到啊！下属人不在，苏先下在卡店之中，是店子东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去了。下去是。贵因被击，望郎千彩。还有小事一桩。上不胜过金秀香，在郎得以真所望，谁知叫人有贵客，实觉诚意得惜他。困着小事，贵因到外一往情深。哎，大丈夫做事却能反复无常。事到至今，我已顾不得你了。
不免待我修饰一封，我送把银200两，以报你2年恩爱。一封信寄于明哭啊，教育徐娘，彼此王配两心上，一花女生配当元郎，啊说银子200两，是王配不能只能为必与你继父在一。舅妹啊，拿封信来啊。为妻想来。
王啊！我好大呀！但愿你他居平安度天上，西山一块不逆行，还大雨苦家意，情大空难才让生，父亲对梦来忆情人，千真万真无心。少爷中了堂女儿命老奴报喜来了。想不到叫归阴，夜雨倾倒，就私信一封。是的。王爷家送银子200两，请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分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真好。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？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。遇到你了。啊，菲菲，你快去预备酒菜，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。老管家，一路辛苦的，我先去吧。菲菲，你快点行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讯呢。哎，上元公去上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算了，我们去吧。老管家去洗吧。姐姐，不要去问妈妈不可，看他还要骂，这是穷弟的钱嘛。妹妹不可自持。啊，舅妹，你快去正在营上，明着一烧，令我一同进去。多谢姐姐。王魁见机，跪祭长子。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，万人将早在接着疼力，决心患难解决呀！得命王中送把银200两，以报延吉2年安来。必连子愿意归，虽将不应愿忘愧，心交在上在路，真相群路若一在。王魁，谁呀？
人领不与我此理滚滚，真一生害人也。细听分明，少不信无地无。他每夜里苦到大山根，那王魁上京大死因，我也曾与王魁曾到人间大死命，得指望本是何不与他共命啊？与谁知此人自面不死心。那王魁他中了高，魁人忘了本，他经过定期再去与主心啊人，200两银子一封信啊，待我上天不路，在地不瓦门，死在山头京城，人人公愤。王人生子真意思，他应与我归隐。大元生啊，太的文灵，与我再生，与我再生，人呀，我总是望见也关的真。黑人的年年归隐，孤苦伶仃，你就替我做主吧。黑人爷，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离开我。莫非局里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？潘官爷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请你将黑人爷为兵一声，夸夸办那王魁。你也不理我，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，不是你用小慧所谨慎的吗？小慧哥哥，小慧哥哥，小慧哥
人相的女婿，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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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教会一无节，二无私，是个野花女子，给人家欺负的嘛我明知嘿，大爷，难道你母亲不刚生？关于参见新人常为我的今日福音令的三无可诉，莫比你关海上不关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不现实本，欲望快在身边，挖下自虐，为心在呀，去消灭个西北。我不想你，我确实不想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小马舞蹈万苦人，曾经被宝儿的大马收起呀领，这真是上天天如路啊，谁的家母们王魁一无三生，黑人爷，你曾经不给王魁与我在身，你不在我的长子，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。你要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我只有一条死路。对，就是我死了，也要给那王魁。
莫比
到此方偏有公文，你为王子奉小弟去吧。是。相顾王魁，自从这在相府以来，我那小弟陪我这份恩爱，真是言不比亲。不就也是深秋了。这都得知娇贵也，在雷阳黑人庙内自缢生死。哎呀，下官虽在竟有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精神恍惚啊！情缘已经深深的，当来看灯只留你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，望春望望的不息。司令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？不是人，是阴呐！哎，王魁啊，你的大娘也他去，就是鬼门，真应该把我接出门生去。地面真是平静了。青山这边竟然我心下是啊非，在乡下是大哥为你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大城方作对。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万里。哎呀，才呀，今夜晚管教你到城边佛财。而在这那王魁，参官爷呀，参官爷，虚心计，且得莫非你有生配尊之孽？
圣水也负有你。这判官呀，看那姊妹丢人扛不过台，我定要将台的命来塞。好。的声音又听不见了。哎，也许是我今人恍惚所致。昔日有他。为何无风门是开呀？谁？是我啊！哎呀，掌柜呀！王郎，分明是人，真是鬼呀！你不是焦桂英吗？真是为妻，闻听你在黑神庙有事业生死了啊！这是认错了，我不认识，你不认识？王郎，请来看，我不是你的桂英吗？我一人修饰一部分银200两，你再来找王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何时来了？是个官员，怪我的什么事呀？正在不唬你，王郎得中高魁，说了为妻，祝你成名之女。再我千里迢迢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记得郎君在明苦王的时节，深耕苦读，两座冻得冷冰冰的，后来成了大病。是我在黑神庙右边请一位大夫看好的，大夫说要是此病再发，可再报此药。我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总算再发，也有我那夫人找了，不劳归期必须。原来是此。我去问你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郎君来的，
难道我就来不对吗？桂英，你咋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婚庆，时常相扶持谁？哎呀，王郎，你何必是死呢？明年桂英当在一定断定的好事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桂英，你咋这次要是被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啊！记得我与郎君当着相爱，誓不再讲。如今王郎告状，为妻反遭受气，实是为妻高儿的举脸难看。此前王郎用桂英在府上做一名奴婢，我一个郎君大恩大德。你死了这条心，速速与我出去吧。就算做奴婢也无此不问。记得你在今日间判你路途寂寞，写下青丝一缕，如今还在身旁吗？这是你的流法。哎呀，那有孙在你？有孙在么？夫人对你讲了，他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。啊！有孙在是我弟弟的遗文，当在相送于你，想不到你不必多言。请你把您50两叔叔委屈了吧。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那么请你往捐50两，你自立门户去吧。啊！到了此时，你还要我教桂英坠落风尘吗？你心何人啊？哎呀，桂英啊！今生自我为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的死路，从家罢休。哼，我却不信。我代替明日王奎，你那时也已经爱死了一个叫桂英，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？
要名声高大，超度于你呀！我要你跟我回南阳去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原不行。你是鬼呀！只要有情，不分成鬼呀！鬼，你谁不去？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！王奎，你在呀？我刚才死推你本身，才指望你有半点人心，我在找你也是。谁知你竟是杀